有智慧，讲台语，提百万。好，来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豆咖。谁呢？我是公告是大豆，看我的节目就快乐。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阮这队就是风队，满面春风。来呀子，来请就擂台。嘿，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介绍咱这队的吼嘿，阮的队长哦，因有一个新的节目伫咱公司台语台要，要发生啊啦。哎呦，是，无就一定要好好甲宣传一下啦。来，咱的队长一派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一派。啊，阮今仔日要来宣传，就是公司台语台。公司台语台刷了有一个足好看的节目，大家看了笑嗨嗨。是，伊是一个失敬的，对吧？好，失敬的节目。是，啊，大家就是拢无剧本，嘿，失敬。同齐生活，同齐做一个工课安尼，是啊，当时要报呢。伫咧9月28号暗时的9点，就会使伫咧公司台语台看会到哦。会记哦，阮拢是广告公司的员工，啊，阮落去中南部，甲这足侪传统的师傅，伊因手艺足好的，不过因袂晓宣传，阮都是广告公司的员工去甲因宣传。是哦，帮伊做拍鸦片啊，做一寡文创商品安尼。哦，啊写的嘛，拢你来写，是啊，啊是嘛，拢你来写，我是导演安尼。哇，那落尾辛苦的，就对时间都要做出来。即马介绍你队友的，你甲伊的关系是啥？我是队长，你队长啊，这是阮的队员是毛毛，啊，这是党的当啊，啊，这是吴山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山。哦，欢迎！够两位成员今日无来嘛？是，六王，第八，哦，会记得我们9月2号。吼，伫咱公司台语台，伊就要三星啊！哦，大家阮看者，甲阮支持一下哦，支持！好，来，啊，你做的哩？介绍者，这个用大有来头，这个是，盟主嘛，名著的后人哦，对，名著后人，后代，就厉害啊！名著第73代王庆迪， 73代啦，厉害！啊，另外一个是我的好朋友，拄仔查某囝已经1岁洛丽塔，这是大众爱啦，大众爱，大众爱是多人哩啦。好，今日啊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哦。嘿，刷落来，掌声欢迎咱罗光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、买新厝。赞！啊，我兼生囝，哦，这个老师，对，大家拢拄仔都讲过，有100万，真正有影有100万，哎呦，差不多，拼3关就好，一定要拼这3关啦。嘿，好来，100万，互恁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100万这样，看哦。就厉害！后来咱用心来比赛哦。好，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天几边？这个回合吼，必须有一个答案。阿雄冇解答。是啊，咱分数安怎算呢？咱拢总有3题，你只要选到一个答案正确，就要得到1000，上最使得到6000哦。哦，直接个跳到6000哦，先个6000摕起来哦吼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好，老师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滑板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滑板的台语，美秀这边是轮拉板，
啊，是安那是轮仔板的，就是一个练啊，哦，嘿轮仔板啦，轮仔板拢会使啊就是一个棒啊，甲放在顶面，啊4个轮啊，架起嘿，安尼会当出，安尼就是轮仔板，嘿，美秀这边答案是安尼，哦啊那阿雄这边的答案是厨房，厨为什么？因为伊就是用厝的啊，是不是？爱是在帮嘛，你会较无轮啊吗？有啊，嘿啊，但是你顶悬无帮啊吗？我有棒啊哎，，对对啊，啊，毋过咱许愿咱拢共款呢，不，你是教练啊，啊我是教练啊我是讲一个动作，哦，也是上主要主的。是动作。好，来两队请选择，来哟，必须阿雄，演一遍，到底是轮仔板还是厨房呢？好，来，起来，哦，无讲啊吧？不要紧，这是上巧的，嘿啦，买保险，向风险甲分贵就对啊啦。好，好来，我即摆要问者，来一排，你是选阿厨雄，房，因厨房为这个厨房应该足久以前都有啊。是老大人看到因用厝的，小人安尼用厝的厝内甲你厝咧，就叫做厨房。啊，伊是用帮仔做的嘛。因为厨房刚刚我有听过，有足侪什么帮者，但是我感觉即摆恁阿板哦，应该是即摆少年人较会讲新的，哦新台语安尼感觉。对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健康的答案伫阿雄这边是厨房。厨房啊，哦，因为这是叫华乐艺术啦吼。华吼，伫咱台语若做动词用词叫做厝啦吼。厝讲甲厝去，还是讲啊拖卡足厝的嘛，会使安尼讲啦吼。是啊，这个板吼，咱台语一般是袂去读做板啦，咱一般是讲做帮啦。哦帮哦所以咱像讲板桥，咱嘛讲做帮桥啦。啊，所以咱会当互你伫拖卡咧厝的迄个帮啊，所以咱个叫做厨房。第二题啊哦，来，来先注销，注销注销起注销。好，来哟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，若是足专心看对一个方向，台语会安怎讲？哦，好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好好想，因为就敢若好看到一个物件有无？你若看到一只什么马啊啥，伊若看到迄目睭就会金金啊，甲你想，嘿，好好想哦，啊那阿雄这边，我的答案是鸟鸟熊。啊，你古早较人，哦，不是古早人要去倒位看到虎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做这种动物咧，大部分拢是鸟啊嘛。鸟啊你看鸟啊，要食迄个鸟鼠，也是要掠迄个蝴蝶、掠要虫的时候，伊就是安尼。啊，因为这上常出现，所以大家就会为生活当中熟悉看到的物件来好命。哦，好来，两队请选择。美秀阿雄，演一遍，是我的好好想。鸟鸟熊，哦，好来，这边拢有啊哦。哎呦，哦，还是有影有人。是安尼吗？有影哦，来，变啊我问者来，等下加咱的迄落山的，因为我感觉好吼，较正有人去家形容做眼性的物件，哦，较专心的感觉。嘿，较专心的感觉。哎呦好好啊看嘛是好嘛，好好啊想，啊较来目眼性较来安尼。我感觉鸟啊应该是立伫喺边啊看的感觉，不是专心看的感鸟觉。啊，我感觉鸟啊拢在困，所以应该对啊，无你要拢无咧看。嘿上上是我的大精爱。你算的，你看我会听嘛过知。影，我就爱食的嘛。啊，有一摆我互阮妈妈骂，你我还袂煮好，你就尿尿想要食。我是因为安尼，我知啊，妈妈甲讲出来哦。我是因为安尼。哦，好人袂过妈妈的话爱听啦。因为好好想，跟他好好笑。是好，来，即嘛厉害呀！一摆听到即嘛好跟猫哦，要千金啊！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正确的答案哦，嘛是伫阿雄这边哦，是鸟鸟熊。因拄则讲哦，鸟拢咧困哦，是因为即摆鸟伤好命啦。对啊，较早的鸟哦是饲来咧掠鸟鼠的，所以袂家饲甲足饱的。你若饲伤饱，伊就袂去掠鸟鼠啊。对啊。所以你若看以前的鸟吼，我囡仔时代，阮兜的鸟足够掠鸟鼠的。啊，伊吼就是若要掠鸟鼠，也是讲掠其他物件的时候，伊拢足斟酌地甲看，哦，啊慢慢啊行过去，哦，啊雄雄跳开，甲掠着，哦，啊所以咱就会用这个方法来讲，人若足期待一个物件，足想要得到什么物件的时，伊目睭一直咧看的时，咱讲伊咧鸟鸟上，哦，所以因为咱看过鸟，所以用这个来形容。
咱人的迄种要得到什么的是迄种眼神，哦，叫做猫猫相。上尾一题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皮蛋的台语安怎讲？好，我是皮蛋，我的答案是皮蛋，就是因为就是唔知要念啥，就是皮蛋就是皮蛋啊，系啊，我的答案是皮蛋。阿雄这边的答案是皮皮卵，啊，这就是卵，啊卵就是卵啊，皮卵。哦，好来，请选择。必须来演一遍，是到底是皮蛋还是皮卵呢？哦，翅膀毛。厝内时阵，爸爸拢讲皮蛋啊。我阿嬷嘛讲皮蛋，系啊。嘛是讲皮蛋。除了妈妈以外，爸爸甲阿妈拢搬出来。讲无人讲皮卵吗？皮卵无听过皮卵呢。中南部有人讲皮卵啊，皮卵嘛是朋友是大人讲啊，我带迄皮卵，问你有食？你宜兰遐有啦？我讲皮卵是啥物？伊就讲，但皮蛋你遐无哟。哦。甲我问者，我有记，但是无一定确定安尼。皮蛋还是皮卵呢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即马正确的答案是伫美秀迄边，是皮蛋。拄则吼，厝内面有咧讲台语的吼，拢讲叫做皮蛋啊，因为拢有听到是大人咧讲啦。皮卵。啊，咱是照即个文音就去念的啦。哦，文音。啊，皮卵是因为袂晓讲的人哦，伊看到迄两字哦，伊就直接照台语意思去讲做皮卵。白话音。对，但是咱其实台语无咧讲皮卵啦。哦，照老辈流传落来，拢是讲皮蛋啦。皮蛋。啊，这两字就是，即马因为。较无咧讲台语哦，有个人唔知影，就照意思去甲翻做皮卵啦。倒对，倒对，即嘛有3枪。过来，我来面风。红队嘛是3枪。嘿，所以即嘛白手哦。白手啊。哦，真刺激哦。好，进来呢。刺激呢。哈？你有话要讲了？刺激啊！哦，是，到到底100万的你都会加油，知影。加油！进来的第2位啊，正港佚佗人。正港佚佗人。哎呀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咧？哦，咱的特别吼，咱的影片吼，对，拢是带恁来台湾4个。台湾哦，不管是外岛还是台湾内底，还是甚至山顶，还是迄个坎卡，拢会去看。哦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嘛会出国哦。买出国有，这足开钱的咧。开钱哦！你等下看你风景，你等下互伊吸你拢袂记你要讲什么话啊？对，安尼好。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嘿，咱分数一题3千。哇！哦，啊，你若是有法度，这回合4题，上济才摕到1200块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今仔日吼，咱要来去新北市的一个桥，你哪甲我回答？迄是新2个字是什么哦，3个字什么桥？咱请看。哦，这应该知啊，知就给。哦，来，吴双安。你个吴双。敢是和平桥？啊？塞里啊。啥意啊？什么桥？嘿，我想者，我大概知影，应该啦。你应该知影啦。无一定，其实无一定，我无确定。我唔知。跟我想无共。你唔知？我唔知桥。我唔知桥好。3字我桥。唔知桥。有确定？无一定会对，无一定会对。嗯。哦，老师，我唔知桥，哇，知。歹势唔是叫做我唔知。那安尼啦。哎，啊，你知影的桥？什么桥？是咪淡江大桥？不是，你要看完无？看完。伊是数学无好，我数学无好。你是目睭无好，歹势。人一直比看完你就知。我来。是吗？哦，真明显啊，红色的，啊个全体啊的，对啊，搁咧上大的河顶悬，对啊，哎呀，我知影啦。来，你的答案是淡江看完，都看完。这个桥吼有上迄英文课本。哦，我知啦。哎，我嘛。什么？
罗斯福啊，你讲，说是不了，现在讲起英文啊。啊，不是淡江，哎，我这叫什么桥还未起好，在倒位啊？淡江大桥还没起好啊！啊，就淡江大桥好啊。哦，淡江的淡淡江大桥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歹势还未起好，啊这是伫干道啦吼，所以其实干道大桥，干道就是关渡啦，台湾话叫做干道啦，干道大桥啦，啊对啦，干道大桥，干刀邓来年呢？哦，那哦，真正的，关渡有大桥啦，对，关想起来了。渡大桥，无好念，干刀干道大桥，干刀大桥，干刀大嘉义的桥。卡是上大的淡水河，新北市上大的就淡水河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不要紧，拢即马目共阮白手还白水啊吼好来，后一个就知影哦，换啦。好来，上回咱嘉宾都会知道。是咱刷落来吼，要来去新北市的什么区哦？哦，什么区哦？看详细哦。哎呦，来，我感觉吼，嘿这个所在是特别迄个暗暝的感觉，对，啊，所以我是想讲，这又搁号做台湾的天空之城，恁敢知影伫倒位咧？好来，上回咱嘉宾都会知道。是咱刷落来吼，要来去新北市的什么区哦？哦，什么区我哦？什么区已经甲恁讲啊，嘿爱想办法者。什么区哦？嘿什么区好来，咱请看。这就是迄个嘛。看详细哦。哎呦，来，我感觉吼，嘿这个所在是特别迄个暗暝的感觉，对，暗暝真啊，所水。以我是想讲，伊白天的时阵应该是九份迄边啊，瑞芳区瑞丰，我想要感觉啦，嘿，瑞丰区，嘿，水风区。瑞丰区瑞芳，哦，快点哦。嘿，我确定。好，厉害，无讲你厉害啊，系啊，哎，这老师一个镜头呢。水风区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伊看会出来讲，这个所在吼，就是真有名的高分啊，遐迄种景啦吼。啊，其实这高分啊嘛算水风区啦吼。哦，水。啊，这是咱过去吼，咱台湾这个所在吼有出足侪矿的，哦，有炭坑啦吼，啊嘛有人出金啊，啊，佫有出铜，啊，这就是咧铜吼，咧炼铜的所在，迄个流落来迄个所在啦。所以这个所在是水风区无唔对啦。是。哦，就水的呢。控业啊，过啦。都较水呢，阮拢是。哦，阮这影片拢是得奖啊，的。原来外表生做安尼哦。系啊。哦，这真正有影得奖的迄落啊，影片，是因为啊，因拢足厉害，因甲所有咱台湾的吼，来恁哪看到所有咱台湾的拢迄个足水的，嘿，啊连国外的嘛有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阁有机会哦，来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我毋捌看过有人耍游戏耍甲遮尔啊油啊！嘿，是。你道具拢要买去啊？无唔对，无啦，我甲你歹势啦，我甲你歹势啦，因为这道具的关系吼，就是讲做一个外形啊真水，无想到讲会安尼啦。伊中若佫有一个安全的就好啊。好啦，其实恁歹势，我更较歹势呢。对啦，那么安尼讲，你知影10几万尔无啥啦。嘿啦，10几万尔，嘿，这个牙齿摕出来背啦。嘿，一定爱压钱，对啦。是，我来问阮队长一下吼，咱这个节目较想啊真辛苦，真辛苦。恁拢早起几点开始出班？大概拢是5、6点就要化妆啊。哎呦，化妆啊，娘喂，一路翕到暗时10点半、 10点半、11点。
哦，这时间真长呢，刚拢是安尼。这真正有影真辛苦啦。啊，若讲到辛苦，我是感觉大真爱即马坐这个行嘛，足辛苦。你有看出来哈？我想讲赶紧算啊！是，所以讲先算吧。 9月2号哦，大家唔通袂记啦。礼拜系咱公司台语台新的节目哦。广告 start 是广告 start， 你紧的啊吼，我要无你可怜的。车要驶啊！来哦，小伟，咱今日去倒去倒。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哦，请恁讲出这个景点是什么关的，什么乡嘿，我讲较紧的。什么关，什么乡哦？来，好，拢2个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 好，应声刷是吧？哦嘿，来，大真爱，来伊上落啊，你上来，你来，你先讲。是新德款吗？哦，建抓乡，建桥乡，建抓乡。哦，新德关，建桥乡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新德关建桥乡对唔对？ 伊应该知影这个所在，不过伊音唔对啦。对。你知影这个所在，但是念唔对。是。建。是念我唔对嘛？我感觉唔是建呢，伊讲石呢？石应该无。就石头啊，尖石。你唔知啦？我唔是安尼啦。你派啊啦！尖石乡。你帮听啦。哎，加工也新的答案，尖石乡。石都是石頭，啊，唔是講石應該無問題，是尖迄個尖哦，尖啦，尖。哦，來，我問老師，尖石鄉對唔對？安尼就正確。咱伫影片內面有看到一粒石頭哦，尖，足懸的吼，啊足尖的喎，迄就是2條溪啦吼，一條哪路溪，一條加路溪吼，伊伫遐相夾啊，啊遐中間都有一粒石頭足懸足尖的吼，所以就因為來甲迄個所在號名叫做尖石啦，啊所以迄就是伫咱新德縣的尖石鄉，是，所以安尼就是正確的答案啦。哦，原來哦，好，謝謝老師。 哎，原來是音的問題啊！嘿，大家音要念較準的哦。阮老師念真暗哦。好，為着要你，我就來今日換人。來，今日換人。唔該，別客氣。哦，來，上尾啊一位啊哦。我真好，今晚咱呢。我真足緊張的啊！我媽媽了，唔免緊張啊。不是，伊是今日坐咗規個聽佢啊。 我得等去顧，看我的查某囝安尼，免煩惱，免煩惱。目前是安全的，嘿，以前是安全的，即馬攏無什麼聲，免煩惱，免煩惱。哦，即馬要來問咱的市網無，嘿，咱的廣告 start 的時陣啊吼，甲你進前的節目，敢若無啥共款的。你進前攏佇哦，佇厝的內底吹冷氣，嘿，啊，照時間下班的安尼。有當時啊下班的時陣，還佫會當看到日頭。是。啊，一工會當拍幾啊集。哦。啊，這個節目2工拍一集。嘿。啊，你即馬出去了，就是哦，日出就開始看到暗時啊。嘿。有當時啊，等的時陣，攏唔知影家己佇咧倒位。啊。哦。因為當咧分屏攏已經無去啊。你都大家佇遐想物件，想到攏無頭。大家攏變烏安尼。係啊。你有烏。我即擺有開始北倒轉來啊啦。個北倒轉來啊吼。嘿，也毋過上艱苦的，就是講有一擺我有掉刷啦。因為阮都佇迄日頭下骹12點，差不多35度、40度時佇家己。咱咧做迄咖喱羊啊，嘿咖喱羊啊，嘿咖喱羊啊，咱佇遐討論咱的迄廣告的內容，啊結果討論到差不多半點鐘了後，嘿啊下晡過來去禮堂內底去彩排，嘿去做迄咖喱羊啊，結果人到一半時，我想講想要吐，我就走出去。迄當時啊，佫咧翕哦，啊翕到一半我想無法度，我若是家吐出來，安尼可能嘛無好看，哦，係啊，所以就走出去吐。是，毋過若真正實境的節目哦，就這種就上好看，大家攏上愛看。是啊，所以講為着有當時啊，就甲吐出來就好啦。美觀的問題，所以講咱就入去出去外口吐就啊。
是辛苦是拢辛苦。不过哦，若真正有影出外景咯，啉水一直甲啉水。哦，时间到爱啉爱啉啊，便所啉袂了一定爱便所。对对对。嘿，安尼就人会较舒适，嘛较好啦，精神会较好啦。是，啊，若咱这就顾囡仔，就顾甲戆面对啊，大家拢安尼，顾甲气根。不过你看伊啊，渐渐啊大汉，你会感觉就高水就高水对啊，就欢喜，看到伊拢就欢喜。好，来，咱要去佚佗哦。是。来，上阳行要去倒去佚佗？哦，咱刷来影片哦，要带大家来去出国咯。哦，要出国啊，要去倒位？甲咱讲一下，咱刷来影片是欧洲的倒一个国家3个字。欧洲的倒一个国家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咱的阿嬷，阿嬷哥爱讲台语对吧？对，这个国家较有台语哈。啊，你就叫李欢无紧啊，叫李欢老师会互你对。意大利。意大利。你是公主追？就喜欢讲拍手，就拍头，拍谁啦？意大利。哎，好，来，意大利确定哦。来，老师，意大利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来，温爽哦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啊，这个国家哦，咱若要讲英名哦，当然你若照汉字吼，讲意大利还是讲意大利是拢会使吼。啊，不过咱台湾人其实普通写拢是照日本话音，就讲意大利啦。意大利啊，吼，拢会讲你要去倒位佚佗，我要去意大利佚佗。哦，咱看这个影像内面吼，伊有足侪这个古迹的啦吼。是。啊，意大利，尤其咱知讲罗马吼，是人有一句话讲，罗马唔是一天造成的，是，伊是足久的历史累积落来，吼，有足侪古早留落来建筑物，吼，你若有机会去看卖，知影讲到底是安怎会讲这句话，吼，因为伊咧城中吼。车是袂使入去的，你若去遐佚佗吼，伊辆车停伫外口，啊，你爱行入去。哦。啊，伫内面就会当行足久的，啊，有足侪古早留落来的物件，足水的。哇，足水的。对啊，这种古早的厝啊。哦，这个尖塔。你看到这你就知影。对啊，因为厝顶拢就特别的。哦。真水真水，无啥物繁华，不过看起来就是高级，吼，看起来就高尚的感觉。气氛真好安尼。气氛真好，好来，即马要气氛好，就是爱先看分数。好，来，先看咱斗的。即马奖金9000。啊，那咱放的咧。因有6000。好，今日来，今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！来，阮提示内面吼，就是奖金，吼，阮的提示来上讲者。哦，阮的提示有8个，有地基、水、台积电、代言人、臭树、盐水、四修啊，啊，搁有过桥咯。哦，你是内面受奖金的，奖金上悬偌济？上悬15000，上加1000啦。哦，是，所以看恁的运气来选到啥，嘿，啊，这倒位阮拢唔知影。对。吼，好来，啊，咱的规矩就是讲吼，这上尾啊，就是拄啊，咱的。计数较低，分数较少的吼，来，咱就爱先算。啊，另外叫等下有一个决定，就是讲吼，阮有一届会当互恁救命的机会啦，是一届鸟，互恁看救人啦。我请问一个问题，我看救人时阵是一定爱甲后壁队友讨论的。哦，你要介因哦？不是，我会当敲电话台大教授。没使，阮老师嘛没。你若要用老师会使，爱先摕2万来。安尼不要紧，我讲我队友袂歹。好，袂歹，好，来，放个你先选。好，安尼来。好，代言人。我是想讲，较看有啦。较看有水就是漂亮啊。哦，水哦，来今年哦，不是哦，代言人啊。我赞成。代言人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代言人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袂歹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
请问做广告真重要，咱台湾观光局邀请郭贤，对咱韩国这个人吼来做咱观光代言人。你敢知影伊是什么团体成员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就难咩？哦，这就难咩？嘿，来，这就难的这个一个手势有共款。是啥人？对，伊讲咱是 Super Junior。哦，好，来，确定哦 ，Super Junior 对唔对？嘿，来分数，恭喜得了3000咯伊讲了无唔对啦，因少年人应该拢较知啦，因为咱知讲韩国这种团体足济啦，是，啊那像我这老伙仔可能就无一定知啦，啊不过因少年知啦，真正就是 Super Junior。Super Junior。赞，老师买要比的。以前咧，以前咧 Super Junior， 哦，以前咧，上澳哦才比起来。等下 ，Super Junior， 哦，嘛是安尼，啊，我嘛是安尼啊，有地位啊，对，地位就是安尼啊，大家拢用啊，你咧较经典嘿，对，通用啊。好，来，谢谢老师，来，我们算啦哦，来，换咱，妹，好。要选一个倒位？咱要选，因为最近咱这盐水的介绍非常的悬。盐水是啥物？就是香菜，香菜。所以我感觉盐水一定会足贵的。来，盐水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盐水的奖金偌济。较是有影贵，好，来，我出题啊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盐水是台湾料理的配菜，台湾的餐厅吼捌出过一种特别的，叫做盐水蚵仔面线披萨，还是盐水肉丸披萨咧？哇，这就歹讲的呢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面线还是肉丸？哦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袂使拍输是，应该是盐水蚵仔面线披萨。哦，好，确定，来。我要讲啊，盐水蚵仔面线披萨对唔对？来，恭喜你的奖金1万咯！因为哦，蚵仔面线吼，较袂像讲迄个肉丸一粒太大粒啦，所以伊要放伫披萨顶面会较好做啦。所以真正捌出过这个盐水蚵仔面线的披萨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因为过去这个台湾这边的厂商咧出这个披萨的时阵，拢会跟我合作啦，所以跟盐水有关系这种产品，我就较了解。是，好，安尼真好，咱个1万提回来啊！恭喜呢！好，谢谢老师哦。来，黄丽峰诶，来，要过桥啊吗？好啦，过桥，要过桥啊吗？过马力啊！好啦，过桥啦，要过桥啦啦。好，来哦。要过桥无？问几杯咧？气死有影你！好，来，试手啊哦。无啦，过桥啦。过桥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过桥奖金偌济。咱过无？哦。来，伊之前要叫你过桥啊啦。好，来，小妹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头一座下海大桥叫做和平桥，你敢知影伊是伫咧倒位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和平桥在倒位？是。哦，你都知影？哦。足简单呢。足简单呢。我要画救人。一解救人的机会尔。用就用。用好，来。来。哈？在倒位？你哈屁啊你们！你看。这应该我会记。过海大桥是咱家人啊，还是倒位？是吗？我会记是华岛的，是华岛，好啊，华岛。华岛是金门了。我有金门，小块的印象。好啊，金门啊。等下敢是？干嘛呢啊？敢是咧华岛看海嘛？看海啊，是咧。都会啊，淡水，不是淡水，不是淡水，绝对不是淡水。各位都有和平哦，基隆来哦，贵人，敢是贵人，贵人吗？3，相信家己。贵人，1，没有，贵人呐，贵人哦，贵人，来，一定要讲一下。贵人哦，我今麦带贵人，应该是啦。好，我的答案是。
鸡人吗？好，确定哦。鸡人，鸡人对唔对？好来分数。恭喜你的万利哦！这是鸡人吼，有一个岛吼，离鸡人足近的，叫做和平岛啦。和平岛啊，啊，这个岛古早叫做社寮啦。社寮。啊，这条桥吼，咱较早有一出电视剧，捌做过什么八尺门什么吼，遐嘛有人叫做八尺门啦，因为遐差不多拄啊八尺宽啊，船对遐过。啊，迄个其實迄個島甲雞人差不多真遠啦吼，啊，迄條橋嘛無真大條，但是伊對中間是海啦，對，所以對海過。啊，伊本來叫做社寮橋啦，不過因為戰爭的關係哦，二次大戰的時叫美軍甲伊炸下去，後來佫登起吼，啊，國民黨來甲伊號做和平島，啊，迄條橋嘛叫做和平橋，所以迄個是台灣上早有的即過海的橋啦。好，謝謝老師，謝謝老師。好，來，咱繼續哦，冇。起碼差2斤啊！来，你要揀多少？台积電啊，哈，台積電哦，較有錢的。股票哦，股票，台積電，哦，股票真正有錢哦。台積電，好，來，咱台積電的獎金偌濟5千嘛，袂歹，5千袂歹哦，不是一千好，真正袂歹。來，上回咱請出題，請問台灣的護國神山台積電伫咧外國嘛有設廠，你敢知影？伊伫咧日本九州的倒一個縣有廠房呢？你知啦。來，你有10秒時間。嘿，一定知。哦，你去叫阮人哦，來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知影倒一個關，也毋過我毋知伊台語變哪裡。我都想這。一萬啊，你就熊本對啦。哦，啊，台語熊本縣。熊本哦，你啊，台語是熊本熊本縣。酷媽嗎？熊本縣。念冇清楚。熊本縣。熊本縣。其實咱是真少安尼念啦，吼，講真誒，不要緊，你就盡你的心，老師一定互你過。對，照你念就可以。嘿，熊本縣。好，來，熊本縣對唔對？來，分數。給你哋5千咯。真啊！呢種動物吼，咱台語叫做蜆啦吼。啊，因迄個所在嘛有一個叫做熊本蜆啦，因為吉祥物啦吼，所以咱就教迄個所在叫做熊本縣。伊本來拄則係講熊哦，毋過咱台語愛講蜆，就是迄個動物的名，所以熊本縣啦。啊，迄真正嘛是甲迄個動物的關係，因為聽講迄個所在較早有足濟蜆的啦，所以叫熊本縣啦。是，來。好嘅，繼續哦。今晚恁個輸啊！哦，緊嚟，不要緊，你凊彩就過。今晚2萬1、2萬4哦。佫減一個。地基，你知啊？我志願用呀。地基我都我志願無法度，我都救人誒。凊彩啦。你地基啦，是四手的是零食呢。有一種就是你會曉的，有一種就是甲對方會曉，有一種就是你會。來，不要緊，為你嘛唔知無食地基上地基。地基啦。好，來。應該是。咱看地基的獎金偌濟？變一屆啦，變一屆過來，是唔是？我試看覓。好，確定哦，小妹，來，咱請出題。請問古早人講暗時十一點是子時，安尼早起8點應該是4時還是申時咧？不啦，子時啦。子時。子時哦。子時還是申時？啊，未11點是子。好，來，你有10秒時間。8點嘛，即擺問你早起8點是啥物時？是子時還是申時？子時還是申時？哇，時間過啊！哦，愛時間過啊！去！歹勢，我介紹一下，歹勢。好，來，我選子時還是申？來喲，申時好。申時。試看覓啦。好，來，申時對唔對？一個時辰2點鐘啦吼，啊，咱會當陣若講真正袂曉算者就知啦吼，鑄鑄銀卯辰吼，啊，所以算落吼2點鐘11點到1點啊，你算到遐。對，算喺當陣。哎，伊即擺寫講是。早起時啊8點。 8點嘛吼，7點到9點中間啦。
安尼这个就是新时啦。是。啊，老师就问者是地鸡还是地鸡？地鸡啦，地鸡啊，天干地鸡啦，地鸡，鸡鸡的鸡啦，地鸡呀，对啦。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换你哦，赞哦，冲你了，水了，青菜就水了，水啦，水啦，来看者水的奖金偌济。啊，了解，赞啦！来，赞！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好，28加0形容几岁查某人咧？好，来。我无确定，所以我要支援。这要支援啥啦？我嘛袂当改啊。好，都好啦。咱来用28加0来形容几岁查某人咧。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咱会形容28加0形容几岁查某人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无确定，所以我要支援。你这你唔知？支援，这要支援啥啦？早大会啊！我已经讲啊，我想讲，互因有我发挥的时间，我惊你要结束啊。所以这无会好讲。来，拄啊想讲28早大会。无唔对，就是好，来16岁哦。来16对唔对？好，来分数。今日得了1000咯。咱豆豆提吼，豆豆起来。哦，这个就因拄则讲的啦，28、16啦。所以咱古早人咧讲查某囡仔吼，16岁拄啊当青春的时，最上水的时阵啦。所以讲28加0就是咧讲16岁的查某囡仔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后面换你哦，有真气扣无？来，你若选到钱济，因就约你袂着啊。来，阮个约会着啊。还有，你有机会哦。错手啊！我错等下对咱卖错手甲四手啊。错手，你敢？好，球啊来。好来，来球啊！咱来看者臭球啊，奖金有偌济？1000。好来1000。来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位因为早期臭树叶当穿，迄个时阵真繁华，所以有小台北的外号咧，是南投水里，也是宜兰罗东。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哎，时间开始啊哦，我知影。小台北哦。是水里还是罗东咧？再见就答。宜兰迄有一个叫林场的所在，罗东嘛对。林场阮兜边啊，肉羹迄林兜边啊嘛对吧？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宜兰，因为小台北甲宜兰较近嘛，我嘛宜兰人嘛，甲台北较晚嘛对吧？我宜山的，我来宜山的，是安尼吗？啊是爱换一个，我感觉可能是南的。袂当换。袂当换吼，好啦，罗东啦来啦。好来。宜兰罗东对唔对？试看卖啦。唔对。唔对啦，唔对啦，其实这两个所在吼，古早啊拢是臭树叶真发达的所在啦，啊拢有咧处理这个物件。罗东也树也是对咧太平山来啦吼，啊水里也是对迄个南投山顶吼。啊但是吼南投遐迄个树仔较济啦。所以迄当阵啊，迄个所在较欢迎啦。啊，所以你到即摆去吼，伫咧水里这个所在，还佫有一个敢若博物馆的迄种所在吼，我捌去遐佚佗过，啊有去遐参观，伊有足济遐算甲古早遐臭树仔的物件吼，拢留的，遐做一个博物馆啊。古早所以迄个所在古早真正足欢迎的是，人家叫做小台北，因为啦，什么戏院啦，什么酒家啦，什么糖屋啦，哦，所以足老热的，所以叫做小台北。来，上尾一个四手啊哦，好，咱来看者四手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马袂歹，差一岁，差1000，爱丢，才会当摕到哦，吼，无差1000是还是真可惜。好，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朋友问你敢问你敢要食迄个笋啊，是要食咸梅啊，还是要食冰咧？笋啊，是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笋啊，哦，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，阮爸爸有甲我讲过这个字，啊，我拄则讲阮水里有鸡仔冰嘛，是，
刚才咧讲到冰的物件，时阵甲绳仔有关系。我有印象是绳仔，虽然讲阮水里嘛有卖啊啦，哎，是，啊，毋过恁水里嘛有酒家啦。对，老师捌去过。我的答案是冰。冰，你确定呢？我讲嘿，你多嘿，安尼叫误导，你确定吗？我嘛袂当改啊。我倒好啦，就冰啦，我嘛是感觉冰。好来，绳仔应该是冰。冰对唔对？有一记得高清哦。伫家人宜兰这个所在吼，讲绳仔就是冰啦，所以迄个鸡仔冰讲绳仔鸡，啊凉水讲绳仔水，绳仔水，绳仔水，冰甲讲绳仔甲，绳仔甲，所以你讲要食绳仔无，就是要食冰的意思。好来，看分数上重要来，看咱斗的到价即嘛34000。冰盘，好阿峰的哩，红的有35000哦。36000啊，6000啊，1000赢啦。好来咧，即马今日咧7秒1000金。7秒1000金。大家动脑筋。来，即马奖金偌济？咱即马奖金有36000。36000，就是代表36秒。是哩。36秒，有感觉有够无？无够，来，较好。 100秒，可能。哎呀，几秒？来，佮送伊30秒嘛。所以讲66秒。冇错，用用大顺啊。对，阮这有3题，好，咱第一题先来哦。来，第一题有几个？来，第一个题是台湾人发明的。好。第二题是烧水。第三个题是红台梯。第四个题是介绍书。是什么题目？不是。拼奖金咯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奖金得去咧。第一题有2个字，嘿，啊，即嘛有几秒？咱这有66秒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题是意大利，第二个题是卡尾，第三个题是我讲健康啊！你袂使对无？恁这真是歹紧的啦吼。来，好，真好，真有好多啊想法咯。对啊，意大利嘛吼。对。若看到天鹅，你就知影吼。好，来第二题哦。来，嘛是2个字。来，请开始。第一个题是台湾人发明的。好。第二题是烧水。第三个题是红台梯。第四个题是介绍书。是什么题目？不是。你吃的。拢紧张的，拢扭出来啊！我帮你看者，后来即码够有40秒，上尾还一题啊哦，关键啊哦，后来过你3个哦，后来请开始。第一个题是，伊是美玲国的，第二个题是鱿鱼，我这不是，第三个蛇，台语，我哋一直讲会蛇啊，会蛇，你要踹倒位去？以后卖个好运来啊！我告错来，看者即码剩几秒？哦，够21秒啦！袂歹，21秒就是表示够21000块。好，咱即码今日去颁奖。21000块呢！哎呦，奖一包，来，来金牌，来，够金牌！哎呦，够金牌，开始了！奖牌呢？对，恭喜你哦，初赛。初赛，通过啊！吼，你若过来第2道哦。吼，是，啊，毋过哦，咱这边嘛不要紧，咱无啥，咱趁着啥，咱通下宣传。没错，宣传这个。咱的节目是广告 start， 伫咧9月28拜六开始，每礼拜六暗时9点，就伫咧公司台语台14台，一定要来收看哦。是啊，若唔知影网络
就拍广告杀到，你就知影当时报出来啦。是，有的人嘛找到。嘿，对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郭文老师。哎，抱歉，感谢罗光成罗老师。谢谢。专家吴立伟，讲台语铁爸爸，好，你大家拢欢迎。再会，谢谢，感谢阿峰啊，谢谢，感谢阿丽，感谢罗丽达，感谢阿大，谢谢一妹姐，谢谢王魔兄，谢谢董仔，谢谢医生。